们都知道，我们府城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及时来控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了拥塞告警的功能。除了我们监控人员知道之外，我们也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警察同仁所以各分局的交通的警察同仁呢，也可以及时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哪里有拥塞，那可以及时派员来疏导。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旧城区因都市开发较早，道路拓宽和都市更新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改善旧城区主要道路拥塞的情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积极导入新科技来辅助。近期针对中西区14条易拥塞的主要干道，建置 AI 影像辨识设备，导入云端资讯收集、分析等技术，来优化路况监控及机动调整交通号志。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塞车，就一定会禁不住的骂一句话：这红车顶是拢无连线呢啦，那到一个路口就大踏一个路口，这是路口无警察的指挥呢啦，大家都会这样骂。警察看到这个路口车很多，他就可以机动调控，把绿灯秒数延长一点。相对的路口车比较少的，绿灯秒数短一点，这靠人工的调控。可是号志连线也好，人工调控也好，很难因应瞬息万变的交通状况，可能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后，车流状况都不一样。这样靠什么？靠 AI 靠人工智慧，靠整体的路网的规划。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有意义、有效果的提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住伫安南区一位环保局的清洁人员，长期爱请用90岁外妈妈以及轻度智能障碍兄哥，最近因为妈妈癌症，医疗费用造成厝内真大负担。议长郭信良、上午特别甲李中琴议员、安南区长叶志明以及里长郑龙关心，同时颁发慰问金，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26号上午来到安南区的环保局清洁队员魏先生的家中，魏先生因为爸爸较早过身，阿母少年的时阵，佮爱独立来照顾年老的阿嬷，经过爱抚养2个兄弟大汉，除了各个有轻度的智能障碍问题。魏先生本身嘛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安尼处境实在互人非常的唔甘。台南市长郭信良伫咧知影状况了后，伫咧上午甲市员李忠纯，佮有安南区的区长叶志明，佮有里长做伙来到魏先生的家中探访，并颁发慰问金。今天再次来到安南区这魏姓人家，他在环保局呢担任工作非常的认真，但是他领有残障手册，2个兄弟都一样。他上有高龄的90岁的阿嬷，那母亲现在又罹患重病在医院，那一家的生计呢全部落在魏姓兄弟的身上，这个房子又是租的一方要负责家里的开支，而且要负担父母的母亲的医药费，所以有点困难。那也希望在过年的时候议会能够来这边抛砖引玉让他们感觉到有
社会上有很多温暖。台南市环保局嘛透过内部的捐款来帮助卫生师，还有社会局嘛协助卫生师的妈妈会当申请到重大伤病卡，伊嘛会当帮忙减轻部分的医疗负担。医长甲区长嘛特别鼓励卫生师，有真侪人拢有咧甲因关怀，希望卫生师好好做工课，和处理的人共度难关。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过年期间，有一寡警消人员需要值班，无法度甲厝内人做伙围炉，享用烧烫烫的年菜。所以奋益金属公司透过议员林美燕的安排，已经连续5档关键年菜，互警消人员拢非常的感动。一箱一箱的营中药材所控的鸡，车来上桥第6大队安平分队，连同消防总局甲其他分队，总共220分，加上要互第4甲第6分局警察兄弟的270分，加买500份的年菜，拢是奋益金属公司为了体贴警消人员过年期间的辛劳所关键的。该公益行动伫议员林美燕的协助，算已经连续5档，相当难能可贵。这些保姆、这消防的，大家都很辛苦啊。我们美院议员说大家都很辛苦，所以用一些年菜送给他们，问问他们。大家都很辛苦。金属有限公司杜董事长也因为长期看到他们在值班的时候，尤其过年过节，有时候要购物总是比较不方便啊。当然他们值班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又碰到寒流，那么冷的天气，所以他们就5年来准备了将近快2500只的这些莲菜的几架鸡啦哈，然后他们加一些菜进去，就变一个非常热腾腾的火锅啦。当然，想要让过年期间需要值班无法度围炉的警消人员享受年菜，其实已经温暖所有警消的心。警消所有全体同仁为了台南市的治安及消安全力付出。那有奋益金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杜董事长及夫人，还有林美燕议员的支持，在给我们送完这么好的年菜的时候，我们要跟所有市民保证，我们会全力以赴。为台南市民更好，又创造了更好安居乐业的环境。根据林议员服务处的统计，企业连续5档来公开关键已经超过2000分，嘛进一步唤起大家投入爱心公益心。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积极推动跳舞废水资源化，柳营八翁洛农区伫去年底全区53间跳舞场拢全部参与，至今全台南市已经有233间响应，一档会当减少89万吨的跳舞废水摆入河川内面。市长黄伟哲26号特别到柳营农会见证这项成果。请启动资源化处理合作启动，正式起航。目前伫柳营八翁洛农区专区，畜牧废水已经全数资源化，为台南建立起循环经济新的里程碑。由产官合作伫该区设立畜牧污染集中处理厂。26号，环保局长谢世杰甲台语八翁董事长何忠生签署合作同意书，伫市长王伟泰甲环保署副署长蔡宏德共同见证之下，向前拍开台南市畜牧资源化示范区的第一步。畜牧业的废弃物，包括粪尿哈，这个其实坦白讲都需要处理。那如果只是弃置的话，不加以妥善利用的话，那坦白讲不仅造成环境问题，那也造成这个资源的浪费。那如何把废弃物变成资源，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感谢环保局跟相关的业者这个合作，能够把这个畜牧粪料能够成为有用的资源。那不仅能够提供农田有机的这个肥料，也能够提供发电之用。那这样一举数得，不止会当用来发电，经过粪料废水处理厂处理过废水，更当减少对着环境的污染。这些畜牧粪料呢，要排到哪里去？会不会造成污染？对这些畜牧业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环保局呢跟农业局呢，为了把这个畜牧的问题粪尿的问题能够一次性的解决，因此呢，我们推动一些资源化的。那我们从八翁这边开始做起。那整个八翁区呢，它整个酪农业者呢，原本有53家，那其中呢有46家在去年呢已经参加了资源化，但是经过我们环保局这边跟他们努力游说的结果，他们也看到这样的好处，所以呢，到去年底整个八翁地区的酪农业者呢53家全部纳入资源化。那今天这个活动呢，是我们要把之前已经努力的成果，包括我们整个柳营区里面呢有233家酪农业者呢，都纳入这个畜牧的粪尿的资源化。那畜牧粪尿的资源化有什么好处？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这些畜牧粪尿的污染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可以把这些再利用物质呢，能够施灌到我们的农田里面，不管是畜牧的牧草也好，或是其他的作物也好，都能够让地力可以提升。另外一个部分是，它集中资源化之后，还可以做沼气发电。环保局统计，目前台南市有230间畜牧场响应畜牧粪尿资源化政策，累计减少使用化肥将近2万包，费用大约是680万左右。环保署去年也补助2台捷运运送车，提供有兴趣的农友试管以推广政策。到现在已经有14位农友参与，累计已经协助载运4200栋沼液甲沼渣，成效反应是相当的良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春节期间全台防疫警戒维持2级。大观园亭甲树顶行政奖会等事会嘛开会决定，全力配合防疫政策，将春节期间的活动做调整，请信众前往参拜时阵，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同时配合庙方的防疫指示。新冠疫情变种 Omicron 在国内出现社区型感染事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春节期间全台维持防疫2级警戒。对此，大观园亭甲树顶行政奖董事会第24日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将庙内部分的春节活动有所调整，配合政府来做防疫。配合那个中央的防疫规定所以有一些活动呢会取消像我们那个除夕夜。我们有一个团拜的活动因为我们怕群聚嘛所以这个团拜这个发红包我们也把它取消了另外，在那个初甲初3咱有办一个这个造桥过线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因为这人真多啦所以这个法会呢我们也把它取消这个。礼拜3000佛这个消灾祈福法会咱是照常来举行啦但是咱是由迄个大仙寺的师傅来做这个在庙里面做这个诵经祈福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们不开放这个信众来共修，配合防疫。民众现在来到大观园亭行政宫拜拜求平安，拢爱扫实名制、量体温以及酒精消毒。另外，庙方伫除夕夜发红包，还有正月初1到初3造桥过限，以及春节所在服饰等活动，拢暂停举办。庙方敬请信众配合，确保家己以及他人的健康安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趁着疫情伫个台南也未摊开进前，市长黄伟哲率先公布新春期间伫个嘉义小龙文化园区的精彩活动。今年除了园区有增加装置艺术，初2到初6，阁要邀请马戏团等等街头艺人做表演，欢迎民众爱配合防疫规定去行春到老热。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小龙文化园区伫初2到初6规划真侪精彩活动。文化局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透过记者会现场先邀请福尔摩沙马戏团再来难得的特技演出，让大小朋友拢大开眼界。
希望说不要蔓延到南部，那希望大家都维持这个一块很干净的净土，那快快乐乐过新。所以呢，我们特别在孝能园区这邀请了 FOCAM 马戏剧团，还有这个把园区整理的焕然一新，另外也要举办亲子电影院，希望大家都很开心的来孝能园区。到时除了马戏团的精彩演出，过年期间要真侪街头艺人轮流上阵表演，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加变化多端的演出形态，加现场观众同乐互动，邀请亲子共同来体验，感受过年气氛，把度过一个欢乐的春节假期。今日新闻关注采访报道。南势图文创园区为成立以来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现主时有4间全新的品牌进驻，而且还有200大型的壁画创作。文化局表示，初2到初6会用一物作为主题举办市集，欢迎市民做好防疫，前往去一撮小旅行。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所诞生的南势图文创园区，成立以来备受游客喜意。现在经过委员会审查，有4间全新的品牌进驻。特别伫初2到初6期间，要推出实物市集，用特色的花艺装扮来迎接新年，也希望成为市民早春开运的新选点。我们开始发想出不同的市集，那如何让这个品牌，然后在这个场域里面从种子一样慢慢发芽茁壮。那从去年的12摊到我们今年预计拓展到30摊的植物市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新春植物市集，跟我们一起共享。那也希望在这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每个平台，说每一间店里面，大家都可以来到每个角落去探索南势图最美的地方。文化局为了向民众推荐南势图进驻的新品牌，加展现台南文创产财多元风格，局长叶哲山嘛特别高调，呼吁民众来一撮小旅行。南势图文创园区这边常常有很多特色的市集，所以它不像说有些地方它是固定的主题。那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市集，像这一次即将在过年期间。就有所谓以植物为主的所谓的市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在行春的年节当中，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市集。那加上有我们4家非常优秀的这些业者，大家共同来加入，我相信今年来到南势图文创园区行春，应该又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文化局表示，过年期间，南势图除了以实物作为主题市集，也有实在体验、讲座以及真侪手工品牌轮流设档，欢迎民众把机会来抢好康。今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为了缩短电脑断层检查的时间，减少辐射的剂量，并且让病灶清清楚楚的呈现。基美学中心开辟上月引进1152侧面的高阶电脑断层，而且伫个3个院区全部拢做伙升级。随着现代人生活紧张无闲，饮食习惯甲环境的改变，互心血管等疾病愈来愈普遍。为了提升医生伫临床顶面的影像判断，不管提升效率、精准度，或者是大大降低辐射量。基美医学中心开辟上月，率先南台湾引进1152侧面的电脑断层，伫3个院区同步升级，希望造福更较侪民众。目前在市场上是最顶级的，那它因为这个速度很快，所以这个辐射剂量也可以降得很低。譬如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肺部扫描的话呢，大概是只有0.1个这个毫西弗算起来大概就是5张的 X 光的量了，所以这个速度相当快，辐射量可以降得很低。那这个对这个肺癌的筛检，或者是冠状动脉的筛检呢，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仪器可以降低这个病人的这个辐射。那因为速度快呢，这个心跳也不用控制得太慢，就可以直接做，所以这个是在诊断上现在是最顶级的。
所以它最适合用在所谓心脏的影像的检查。不过它用在其他的部位的造影也是非常合适的基本上它是一个全身型的心脏全身型的电脑断层摄影。那心脏是最困难检查的部分，那这一台就有它充分的优点。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降低辐射剂量，也可以降低显影剂使用的剂量。那大家知道显影剂有时候是有可能会伤害病人的肾脏，也有过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降低这些使用的话，对病人的检查的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的哈。那所以在南部地区这个是唯一的一部设备。科技不断进步，检查仪器伫影像判断的效率甲准度嘛愈来愈提升。病院无少同志，特别对着民众早期细感的筛检是真大福音。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一张纸一支家刀，得当加出各种的图案，真正是非常的神奇。左营福山社区关怀站也请老师来教导长辈剪纸。老师呢，轻轻松松就用家刀加出一个雪花，长辈也对咧加，并且发挥创意，所以每一位长辈加出来雪花拢无同，不过电到拢真有特色。一张色纸经过几次对折之后，老师开始拿起剪刀，让剪刀在纸上游走。剪完之后打开来是一张6边形完美的雪花。长辈们也一样画葫芦，有的学得有模有样，有的是随意创作，但是每个作品都很有特色。想到我童年的时候玩纸的时候就随便创意，所以我还回味以前的功课。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个图案出来。长辈们虽然年纪大了，不过拿起剪刀的手还是很有力气，眼睛也很锐利，沿着虚线慢慢剪。还记得老师说的，不要剪断中轴线，展开之后图案才不会断掉。而且剪刀越小越薄，剪纸就能够剪得更精细。不要把这个剪开，万一如果剪开整个都要散掉了，所以最主要抓到这个技巧，然后自己去发挥。所以我通常会建议使用美容小剪刀，因为这种剪刀呢，它刀子够尖，刀刃够薄，所以它在转折上面，在破孔上面呢，都会比较容易。不光是剪平面的剪纸，老师还示范剪纸经过凹折，一只扁平的麋鹿竟然变得立体站了起来，还有这只蝴蝶经过拉扯，翅膀竟然能够拍动，长辈们都啧啧称奇，更激起想要学剪纸的兴趣。一种形态是利用纸张本身的结构力，它在牵动的过程当中，让纸张自然会动；另外一种是利用软体的能力。你看，所有的长辈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讲，他说他一辈子好像也没有受过这些剪纸，那学了一些之后，他说可以请他们的子女在网络帮他下载一些图片，他回家可以多多练习。剪纸艺术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长辈们只要手眼协调，就能够悠游在剪纸艺术的创作里。在对折剪完之后，打开作品，发出惊叹声，就是剪纸的最大乐趣。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